要甩我，不要甩我，拜托拜托！哎，拍紧拍紧，轩哥轩哥，我快剪尾刀的，我快挥2下就死。住手！好好，没事没事，好紧的打他，别打！砍吧！对呀，给他们一现身都是2个人，妈的嘞！基地水，对呀，在，选，这么快点！再打宝宝，会死！好，别打你呀！会的这样能红，那喊你往外打，往他外打。帮忙！卡了！基地会死！好爽！